新现代4集7回4句话，每日拢是台语文。今日肉粽节，5月5日是肉粽节。五六节庆今日是月头初5粽包肉，5款全国南北粽，日子来到是佳节。5月5日是肉粽节，五六节庆今日是月头初5粽包肉，5款全国南北粽，日子来到是佳节。来庆端阳过八灵巡，来到龙船用手过，庆典闹热全来飞。端午比赛雕刻龙，阳春大型国色船，来庆端阳过八灵巡，来到龙船用手过，庆典闹热全来飞。端午比赛雕刻龙，阳春大型国色船。新挂香包啉香黄酒，身体空间会使啉，挂店行情像英雄。香料中药在昨黄，包恁安康去疫酒。新挂香包啉香黄酒。身体空间会使啉，挂店行情像英雄。香料中药在昨黄，包恁安康去疫酒。端午佳节平安快乐，端正风俗是生平。5时徛两咱请安，家人相逢会轻快。节日食粽来同乐，端午佳节平安快乐，端正风俗是生平。5时徛两咱请安，家人相逢会轻快。节日食粽来同乐。中华县台湾语文研究推广协会黄明赞提议。敬意2022-06-03